Hello， 大家好，我是嗰本又到福氣來的時間咯。包粿啊、饅頭啊，係我哋最熟悉傳統的做點之一。有人呢用一個簡單的傳統做點，發展成自家的品牌，作為自家的事業。今日來賓就係安尼哦。到底佢用一個包粿樣板做出自家的事業咩？特別有樣板的故事，我哋今日來邀請佢，請佢來分享一下吧。馬上來分享，我哋來自太魯館的好朋友鍾志忠阿忠。主持人，天時條前的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太魯館的後生人，我係很多鍾志忠，大家係哋很愛土中人。哇，歡迎阿忠來到我哋節目。阿忠，頭先我自家小嘅時間講大家係按到乜嘢土中哦？土中，做乜嘅會按到土中咯？有兩個點啦，吼。第一個點係講，因為我係漢西到泰，都睇太魯館。哦，算土生土長安尼，就摕個泰嘅安尼啊。土生嘅太魯館人。錯，本身我自家也土生啦。人講嘅很爽安尼啊，土生。第二點就係講咧，漢西啊，因為我好創過嘅。哦。漢西細新嘅時節啊。要創過，我有啲阿姐，我阿姐就會講我講，細新就細新，唔好創過去啦。佢土呢，就漢西那個土中，那個綽號就安尼顯出來嘅。哦，安定你下個。唔過頭頭有講，唔知家漢西到泰攏睇太魯館睇嘛，嗰種係土生嘅太魯館人。我想去請教一下阿聰哦，像頭頭我哋有時候嘅唔知家睇做包嘅係一個傳統嘅做點。太魯館人嗰邊真是除了做點是包粿來要掉，還有是其他嘅做點嘛？像我哋嘅飲食文化地位。我哋飲食文化就各種，因為講各一般啦，就一般做春點安尼。唔過我哋從喺幾多挑年點嘅調價，睇推辦來講，幾多地方嘅挑年點調價係我哋太魯館人出去開嘅。哎呦，按你講好了，我哋太魯館人佢有天分做一個食的方面哦。因為講一推傳一推，眼中很多太魯館有一個名。很多挑年粽，挑年粽哦，喺我天拜糖度呢，嗰時候糖度有幾名嘅，因為乜按你問係講，因為雖然講太魯館喺高雄鄉也係我哋6隊其中一隊啦，不過喺太魯館嗰邊啊，而家文化尤其係頭到阿忠一開在嘅時節，也都談到啊，人哋嗰熟悉嘅太魯館腔都出來啊。人講嘅太魯館腔啊。呀，都嗰種太魯館腔，按貼嘅，你冇想到，人哋嗰邊做出啲按理去含有挑年粽有個名嘅哩。安尼係唔係唔自家本身能錄下都係做一個挑年嗰種係會，就會本有一啲機會講，然後來做包嘅嘢度，係安尼嘛？其實我錄下係開條牌係開保養廠，因為我本身嘛係做材料，高雄材料嘅中山工商，家下係做汽車庫，上港會接錄下嘅新人嘛，所以家下汽車維修嘅品質以及總會都有考到，家下啲上港就講，我做係會接錄下嘅新人嘅，不過有一年啦，高二嘅暑假，家下上港會出去存收費零用錢。因為睇錄下做錄下嘅時冇收費好拿，過來拄好朋友錄下，佢就係開挑年點嘅，家下拄好揾人去聽書啊，我就想好，問我去試看下先，因為家下是長差異，係樹嘅木嘅，做挑年樹係拍嘅，佢係啲黑白，一個武術，一個拍樹嘅，錯，家下後生嘛。唔好原先用學你做嘛，加上我睇老輩我做嘅包嘢、燒餅啊、油條，挑年人學識到嗰種成就感，變個幸福感有滿足嘅啊，想來本人嘅感覺係，我哋嘅做嘅人，我感覺我過聽，有價值，有一個成就感，有個價值，我就從那個細條係我做嘅要聽嘅，而且又有興趣，有興趣嘅東西，人要做長久嘛，所以我做下去嘅，都應做到嘅。
嘿啊，你落，路下迄新业都电脑都无接风来做，嘿嘿。毋过阿仲俺问一下哦，就是讲，这个原本有医生吼要接路下的洗条，路下也伫嘛吼。假使讲这个做的上个来买一个做掉的时间，有同路下讨论无？计下路下几支持主讲。唔怕，有上尾去做嘅事情，唔做去做。哎呦，从安尼平时谈都讲无相同嘅。因为路下人要等到留下来接路下嘅新人吧。虽然讲还有露台，毋过挨露台边挨享用，嘛喺做条呢。等下，佢做条呢，迄本办过去做条呢，行迄佢自家上个，我再跳出来自家可以嘅。佢自家去做条呢，佢去先去新嘅一条路。係安尼嚟。安尼阿种，恁爸爸妈妈会想讲，人咱细年的啊，侬唔会想讲来接路下的洗条，电脑自家出去创业咯。今日要安尼同讲无？跟你想法去讲，唔怕，细年好做嘛嘅，你兴去睇嚟，唔做睇嚟发挥，唔怕，唔想去做嘅，唔做去做，冇去可以人都唔怕。佢说对头都面，今日拢会支持诶。哇，安尼无简单诶。系啊。这个想讲，这是一枪穿于咧收费哦，这个。本年咧转化点、转类点啦吼，如果讲做诶亲友成就感，迄年学识到，看到今日咧亲欢喜诶表现吼，本年也个成就感之后，唔知个决定讲然后就开一个做店卖头呢，系咪安尼？应该去讲，因为佢下后生诶时阵，我高二我就去做诶嘛，17、18岁嘅下，系啊，去福州呢，佢下其实薪水嘛唔会难嘛，佢下调价大嘅薪水也几高，毋过佢下后生唔会上。逐阵嘢存的钱吼，其实都无啦用花枪枪，尤其花到吼外空调下只下阵嘢嚟用，因为后生嘛，有现金做过现金，无做去冲过啊，还迄来黑白酒，咁无上岸多，佢下做上讲存一多，爱花一多唔怕，毋过个月差唔多18岁嘅下，调价变调价用，其实跟对我炸面好，跟主讲来讲。阿种啊，按你存一多花一多，按下百万容易啊。跟住讲来讲，按你调价变调价用，带去邮局存个定存，存了6年就有钱。有钱，24岁以后，那有那笔钱，想要自家创业，还是讲要用多钱，都唔怕。想要出去自家开一间挑战店，嘛好，安尼，系安尼落诶。安尼真是开店吼，迄个一度岁的时间。计下24岁。24岁的时间，开这间店诶，自家有算过，头前的成本，投资的一度的成本喺地方。嘛唔会少喎，只冇66、70有吧。哇，也算太调的钱了，对于一个后生人来讲，开店的时间啦，像自家一个人，还唔有去抢人的天数。计下算我一个人，天数诶，系我阿妈。阿妈同天数，我前面感谢佢。因为讲，计下我阿妈系有种田诶，佢即家有种母鱼，种诶差唔多2、3角，佢即家种母鱼无大斤，种很多，九线条我放落2点半、1点半放落。佢佢爱享用嘅时间放落，2点放，佢爱天数嚟掉，其他几间店做爱俾阿妈2个人嚟做。佢所讲几间店嘅名嘅同其他工作室嘅名嘅係共用嘅嘛？冇共用，其实一开始吼，嚟间做春店、挑战店嘅名，很多要来早点，蜜蜂因为上去转型，人上出来讲嚟个。太六馆土中肉包其实中间就有一个过程嘛这个按做风了阿妈同天数其实一中间的过程冇上到，还会抢其他人本阿妈冇按甜嘛？因为讲，因为嗰边马顺乡下，高速嗰边高乡下，安中屯有无6个人，其实讲2个人就做一队，安尼只是讲，因为村的也冇多个啦，讲实在就安尼啦，你这个其实做成两开到某个时间，怎本一个转型的想法？佢下开店开到第3年的时，主要上讲，
因为我做地图，加上我开店3年安尼，地图差不多会做10年有诶。嘿，其他就上讲，因为其实做船店、挑战店过缺啊。不过做船店，虽然讲比较累啦吼，过忝，但是事业应该还算稳定吧？事业来到迄稳定有保持，因为当日摕做嘛，只是讲其他做迄些就人讲迄职业倦怠啦。可能有这种感觉。主要上讲，迄讲我迄店上会疏风落，唔会做诶去北埔实你那条路安尼。因为其他我哋开店诶时阵，我拄到我几年，最重要诶迄讲，其其他迄屏东老清处前任处长。处长。其他黄鼎文先生，其他有咧我店方拄好有识到我迄东西，其实感觉讲，嚟去休生意应该行出去本人看到。会行出去那有机会。过来，佢都小家爱去南市，就喺我哋隔壁中南华村。佢有咧跳白很多南华国小，佢来下过建，佢做屏东职业农会学校。佢有另外一名很多南区轻据点。佢就喺个天数嚟到从去创业嘅休生意，有问题就抢高建安尼。佢就关小家入去地杯。其他店疏风落时，我主要想讲，我来请南市地杯的那条伙伴讨论，可能是讲，我店疏风落，我去北部做，因个工业安尼好无？过来跟主讲，因为若迄感觉迄做挑战店规缺的话，其实做得稳一个方式，还迄讲用栽培做天然的，有一刀量出一刀量，嘛个时间。会做，来做，唔是讲打造条量点板做风落摩挑链啊，包包呀，做时间数量，这个完全在这个掌控安尼。原来安尼，不过你真是转发做。做船店到工作室，还係經過10多年的時間咧，其實你頭先已經無限過久的時間咧。觀眾朋友，原來咧，後生頭家無簡單咧，不過真是轉嚟工作室之後，底部還有兩版的內容咧，唔好走開哦，休息一下，再繼續同大家來講哦。前面有講到，我哋阿總一個後生頭家，佢將自家做船店，起好了之後，要轉型做一個工作室。不過做完工作室之後，佢還有遇到哪一條嘅挑戰呢？來請教一下佢吧。阿總，前面都有講到嘛，我要轉做一個工作室。首先呢，工作室有一個經營嘅方式同頭擺係冇共用嘅哦。我係用辦講，我個工作室啊，我嘅商品、我嘅產品，要結天留耐下來，當時係用辦去結天呢。因為講，我過拿厝嘅就係從伊旁邊肉包。係安尼。家下開做船店嘅時間，每股量嘅，搶量嘅就幾多方嘅啊，條鏈、米鏈，咖啡、奶茶、紅茶嚟條，加上食嘅蛋餅啊、水煎包啦、油條、燒餅嚟條。應該講，我能力不足啊，就係講我無法度一下顧到咁多方，不過。我來喺上海做迄講吼，伊間店嘛，若要東西要好食，唔是多，有一方做幾強，加下我開始轉型出來做一些，我就搶單賣一方，做加下就賣肉包。這是個主打就肉包，有哪一種嘅特色？本大家講講，一個幾好食，一定要來食，同大家紹介一下吧。可能講就係雞肉個盤，個扎實個貼安尼。因為我本身用嘅廚藝係我自家阿媽種嘅。等一下，阿媽唔係睇種烏嘅啊，用轉做嚟種蟲嘅，喺糖都唔愛嚟做包嘅，佢嚟種轉做蟲嘅哦。佢當留一塊風落，加下開挑戰店嘅時陣，伊加下包煎餃啊，煎餃啲會有高麗菜，佢嘛過上來，佢想我嘅順利會用到高麗菜。
加母一块铁无煮安尼，佮拿来煮锅里吹，因为味道的分加顺利，毋是迄落要买啊，加起红膏的锅里吹。嘿，啊，过来休息咪你讲，我顺利会做牛包，其实我又落葱呢，嘿，其实几块又流放落哦，又可以做葱呢，又因为味道加顺利。哇，真是大忙下孙诶！哦，故说唔能自家材料全部系自家种出来嘅，种纯嘅啦吼。啊，肉呢，唔能底部啊有特别去鲜过吗？我嘅肉可以用无煮嘅小腿肉。哦，无煮嘅呢？系无煮嘅，系米丝个无按葱啊。啊，因为讲我无特别咧去空气做强烈的味道，做迄分留加原本的纯盐米丝变猪肉的米丝，系过去就加原味加调纯盐米丝加香气，安尼。阿总，汤按来讲啊，倒不如吼更加硬做来爽看下先，可能讲的系真的啊假的咯。根本日制作单位有种营养嘅包诶，啊唔过吼。迄没营养包摕材料诶，制作单位想讲先切一半无来录好。硬就想讲，一粒安尼是多多啊，无想到迄切一半。不过可以帮观众朋友讲一下，真是呢，今日咧包诶，迄轻有分量，底部肉轻扎实，唔免讲诶，切开来看底部迄个松散，底部迄种汤汁个多诶，嗰种诶呢。哟，清香诶。系啊，真是大蛮香，安尼来爽快那先咯。好。虽然讲看起来无嘛嘅，但係咬下嘅時間底部還是有湯汁呢，還是茶係全部流出來。啊你也嘅包嘅原本喺做嘅時間都設定講唔係做安泰粒嘛？係啊，因為我嘅想法係從鄉下啦，好多人食饅頭肉包呢個東西，佢會包啊。安尼既然會做肉包，為什麼很多肉包？佢哋會有牛奶很多肉包嘛？冇錯。好多。市場當方嘅今日買嘅肉包，可能有個人講咪鹽肉包啊，就係加肉包，像安尼一條細塊，我係是想講，像安尼，我用嚟食包，像食皮，安尼用嚟包嘅咯，所以我從來就會講，做食到肉，係啊，人哋包嘅啊，除了講佢嘅一定嘅扎實有料有味道之外。一個皮食起來也怪好食，迄 QQ 的皮唔係嗰種爛的皮呢。你這個皮有特別的方式去做嗎？用個按好食咯。我嘅皮係嘅下，我嘅阿叔，我嘅阿叔佢嘛係將我講到嘅，按中國度做挑戰嘅，按公主講挑戰班啦。由於皮人做挑戰，按做人都挑戰班。嘅下我嘅阿叔嘛係做挑戰，我嘅皮係佢搞我嘅，佢。佢下主要講，唔會落埋嘅料條啊、糖啊、鹽啊、紅條粉啊、酵母啊呢啲東西。嗰嚟唔係表面嘅時節，你看佢呈現出來嘅光澤，係講佢打容易嘅筋性，眼講嘅面嘅面筋性啊，打出來係上好嘅效果，你嘅面注意點哪方嚟用。係安尼類。安尼大咧有個麵粉吼，做嘢咧有個皮，唔會花1球嘅時間啊。搞麵嘅話，差唔多睇15分至20分鐘。係。你天從冬天係咪好像看佢個溫度去做調整？正常來講，唔那麼發酵箱，人講嘅做胖嘅嗰種發酵箱，唔那麼嘅發酵箱，唔是愛去看溫度嘅，唔講那有發酵箱，唔做過長時間，因為有些過冷嘅時節。唔可能會等那個肉包發，面皮嘅東西要落酵母，會等佢發。寒天要等幾久，有些可能等1-2點鐘、2-3點鐘佢也唔會發。尤其是太冷嘅啊。唔講冷一天，佢半點鐘要發啊，唔會長途嘅。那要用發酵箱，從來就要用發酵箱。差唔多1球嘅時間，唔做啲。伊哋嗰可以去利用時間來做事情。有發酵嘅品質都個問題，嗰時候講唔要用發酵嘅箱誒。錯。真是哪方嚟按嚟食啦，真是無共用咧。像我講嘅，嗰食材個味道清香，人家個料條除了講唔用自家種嘅蟲嘅啦、無煮嘅啦，底部還有嘛加乜嘅特別嘅東西嗎？特別嘅嘛。一種純種嘅味道，清香冇食到嘅呢。應該講有嘅話就用鋅啦。
哦，就像天时地利讲的，我家的感情的地位，感情啦，应该那个。你自家做一个保卫安宁下去拜师多的时间啦，大家有冇个反应冇？我接看到的，去咧卖东西先看价钱嘛，他甲看到价钱，由于可能摕乡下3,500，可能摕贵，他甲摕咧想讲哦3,500，伊咧羊包卖啊3,500，伫买油包回散的，还迄嘛个，啊，毋过跟买问嘛，我讲无做创意变肉，我就讲，含钱新金钱，要降价3,500摕贵，毋过有4个银行，旧的银行无讲100%啊，有旧上的银行跟我讲，2个3,500摕俗，做安尼，熬下去金钱变宽度加下，量的想法係完全無共用嘅，兩種無共用嘅反應嘅，錯，係安尼嚟。你自家其實可以做成點到後市面賺錢之前，應該有培養嘅老嘅人客，什麼老顧客今日聽到人講，轉做一個工作室的時，今日唔會同人講，哎呦，冇曬，人是唔多人用嘅班，他們會這樣子跟你說嗎？係因為佢下過接點數風落，調完點數風落以後，過到打電話來問基本上冇開店，費事冇做嘅，那下可能會暫時了一段時間安尼，做冇開店安尼。咪講有過工作室以後，有啲老嘅人客喺網絡上還係講 FB 看到，跟住打電話來問，我有開始做嘅，安尼更會容易賣到，係安尼。更加工作室的工作形態，同樣嘅運作的方式，係用辦嘅一個經營的方式。像肉包的話，普通時拿人通的，隨時拿都做得，除非講基本都好出貨出廠的，冇好拿，冇唔去的話，人通的隨時拿隨時有，若講要燒的，可能會先打電話來講，我會多啲，嘛個時節。我要做的話，因為咩講累嘅，就要燒嘅好拿。我先打電話，我先問講，嘛個是要油，我就講講，係講嘢量要多幾片，我當做嚟批，仲會補唔呢？安尼。所以講，其實雖然講喺工作室，但係佢唔係店面，我東西先同佢議聽，怎樣發到好準備補，係咪安尼吼？你這個有固定除了喺工作室之外，沒有其他店講，人約好嘅，可能有人實體地方可以單個多，人哋喺一個店同大家安尼做適合嚟做團購安尼嘅方式嘛？因為講我啦下從有時要擺市集，去參加市集，市集就。我若會出攤去擺市集，我要提我嘅 FB，我 FB 搜尋就打大陸關土中肉包就親密動嘅，市集我都要提前鋪講，我下禮拜會去來大概喺迄個就係賣到少嘅，冇做迄講，我平常時由於蔥花卷，而係我希望人客食到係當天做嘅，當日做嘅，因為講行嘅東西，味道講加熱以過後，會當恢復到佢原本100%嘅味道，這是幾乎算冇可能嘅事情。我希望就係講，人客先食到我現做嘅蔥花卷，伊就接受，賣人通嘅人來買，所以嗱目前我做蔥花卷嘅話，我就係會開團。我開團都喺我粉絲專頁當中，就正常來講時間就按喺拜五我會喺工作室嗰邊伊哋取貨，嗰邊哋拿邊屏東市勝利新村，佢嗰邊有一間愛讀繪本屋，嗰間咧調價都好，佢分享我去嗰邊幫人取貨安尼，睇嗰邊。就變做你嘅臨時嘅據點嚟嘅，本人家可以去拿貨啊！觀眾朋友，我想到有個保衛係暗號式的，唔過除了食到好食的保衛之外，談到剛剛是人哋後生頭家還是有個咧從化件咧，有個從化件係樣板過來嘅地方，又有樣板嘅故事，大家唔好走開，等一下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咯。
前面有吃到好吃的肉包之后，发现到讲还有一个毛手阶段呢，就会有个酱的葱花卷哦。来问一下阿总，这个葱花卷係用办想出来的吧？阿总，头到手阶段有个好吃的肉包之后，发现到讲还有一个特别的葱花卷呢。啊，有个葱花卷特别的地方，他按来讲，佢唔係用纸呢，係用行得嚟哦。係啊。啊，你有個係用辦想出來，同大家紹介一下好冇？那個葱花卷吼，係我嘅師傅，我嘅阿叔，佢全部我嘅。哦。係，佢嘅下講係用葱嘅亂黃邊麻蟹做，麻做係人眼講嘅芝麻。係啊。係。哦，安尼先生上過那些味道係用辦，再來好好談講一個故事吧。好啊。終於唔係再切一半呢，係吃只快是貴啲嘅。啊，不過看講嚟又得蠻貴醬呢。哦，有個係清香呢。頭到安尼不用，其實不用一些時間嚟吼，硬批唔到，但係全安尼批，全部係葱嘅味道。係。這是冇乜嘅油呢，安尼描紅嚟。其實佢哋嘅葱花卷，佢做嘅方式啊，是咪將肉包皮是咪咁用啊？啊，佢做就係夠簡單。面皮攤開來，葱意邊因為會食到是咪淡淡嘅感覺，啊胡椒鹽味過重。吃得到。係啊，煮胡椒味、胡椒粉。邊葱意落下去捆好來，過來切咧，比發酵係咧注意得行嘅。係啊，冇想到做法咁簡單，但係食好咧，得蠻好食呢。唔會油，又唔會清鹹，但係呢，就像我講嘅，食下嘢嘅時間，全部嘅葱嘅啦，吼，同嘅胡椒嘅味絲全部衝入來，哇，得蠻好食。但係重點係食菜唔會油，又唔會太燥。炒呢片嘅口感，人講嘅口感幾好呢。好啦，按你繼續分享嘅，繼續說好啊。好啊。可能先而家嘅韓國特別咧，又係講年客食到有乜嘅反應，唔同大家分享下好冇？因為佢來講就係講，佢哋嘅食法裏邊饅頭有冇咁用？如果饅頭可能食法裏過雜，不過佢哋嘅要落胡椒粉，落掉香油安尼，因為佢能香啊。係啊。食法裏。咱唔會感覺講，食法裏會漸漸要走來，其實食法裏係過順口嘅安尼。不過阿總，你安尼講下嘅面對一件事情咧，像個包嘅也好，有個葱花卷也好，其實當做好嘅時間少真好食嘛。假使講像嘅栽培啦，有條佢一定會冷凍啊，冷凍之後可能還可以食到按好食嘅感覺嗎？有冇個特別嘅方式不給繼續好食下去呢？會講100%完全恢復到咱出來嘅下嘅口感，還是唔敢講100%。係，因為從肉包嘅話，因為佢肉個盤，係用聽過吹嘅時間，冇法度從撇嘅肉包，冷凍拿出來直接吹，做唔得。係，我都一定會講人下講，拿會整我嘅肉包，空氣冷凍，唔會是之前，前一安步啊，我選唔之前，先拿下來推，不過空氣攞杯推，下空氣變成嘅冷藏，安尼推，都唔怕，一定會被推，冇，提出，剛一提出時，拿包一皮，然後呢，地杯肉，行喺病角，係錯，因為佢個盤，個紮實啊，嗱葱花卷嘅話，我會先希望。你學生識到現行嘅，仲會聽冷凍嘅，硬冷來聽。嗰時講，我識到有個好食嘅哦，就真簡單，你硬能去聽嘅貴起到卡之後，一下是唔係唔怕不用冷凍啊？在吃之前記得一定要推白。更加唔有嘅工作室，像前面青松有講到嘛，係睇嘅以前嘅南法國時候都更加高數嘅青創嘅中心地位。像一個。點提地位嘛，還有其他點嘅強下提嘅地位進駐啊？幾多年，因為從屏東縣嘅標廠嘅啊，上去創業嘅啊，經幾片有南南部嘅啊，嘛有泡茶嘅啊，茶葉芝士啊，還有講巧克力嚟到，
得到都有摕地位。哦，你们平时无做生意的时节，你们也去摕去进驻的单品，你们这个要去交流无？系啊，尾啊，拄要主创爱讲诶，伊得去看骗人那个东西做嘛个，有熟悉目标的东西，大家交流来交流去，大家就会因为好。你自从做一个工作室之后，也同其他人交流的，你自家有乜个心得嘛？也係講同其他人共下去參加，像驗人復盤的發通，或也係好上課，有做一啲有事情嘛？應該講，家下愛摕地位是隻現任的屏東勞青處處長李玉珍小姐，佢家下因為佢家嗰邊用啊幾好，幾多資源，啊嗰邊嘅夥伴啊，譬如講，我哋有問題係種個問件，行銷啊，還係講網絡嘅問題，因為從若講粉絲頁嚟到，跟藝術交愛容易做，安尼做風落嘅，做係有問題跟要交，啊有事蹟嘛個跟要可能講，你若有想要去嘅注意嚟保命，安尼落。像更加好，已經做到安好嘅，有嘅學校嘅啦，有其他單位講，唔可以去教學嘛，去做線上，有安尼邀請嘛？有其他廠，有一擺迄個屏東大人科技大學，佢下摕個分享講愛創業歷程，就從哪下安尼，過來就會講屏東有一個，佢個算中輟生一個青年協會，佢下去教緊講，教緊一個技術講，跟下擺唔好突出唔怕，不過我有一個技術，唔能由下突摕嚟個社會生存，還有就係講去我哋屏東嘅創資，我去嗰邊嘛有教老人家，還係講幼稚園嘅生人，教緊包伊。哦，迄個沙期地位哦。係沙期地位。哦，安尼你這個吼，以前有做過安尼線上嘅個經驗嘛？還係講一幾年來做一個工作室之後去做線上，係算第一擺做。就係我做轉工作室以後，我能接觸到呢塊。因為佢網絡當方人看到，你就講跟人哋問我講你哋來講看下先喎，係來教我哋老人家幼稚園嘅生人安尼教看下先。以前冇一個教學嘅經驗嘛，我還記得第一擺教學嘅感覺係用辦，人家帶下學生嘅用辦本你嚟回饋嘛。生人嘅話就個還好，若像中輟生啊，還講睇人嘅條第一擺去嘅時陣吼。就像我第一擺擺擔嘢咧，從叫唔曉講法樹人擦，心中跳過腳安尼，我記得有一擺我去中輟生跟嗰邊教嘅時陣，有一個學生嘅，佢就同我講，佢教伊做美髮呢塊，美髮師，不過佢唔知佢這個行下伊冇呢條路，我就同佢講，若會騙人相信唔做會到，唔會先相信唔自家做會到，我就把佢困喺木住，我就同佢講，我起碼唔相信唔自家做會到，佢就快些，條大大，我相信，佢就細聲講出來，我唔怕，唔困唔捱，我相信唔，強相信唔自家，我相信唔自家做會到，騙人人會相信唔做會到，後來。我就拄好，因為我要佇呢件事情有鼓勵到佢，係因為拄好佢有鋪上去網絡當方，先生就嚟講，唔急於來上課，唔好講對他家生人有幫助，唔只冇天數到伊咧生人，俾伊有咧信心去做佢家己嘅事情，係安尼。唔敢講係影響到全部嘅生人咧，但係最起碼。可以確定咧，係有本一個生，其中一個生人咧，更加有自家嘅自信。錯。喂，安尼自家受到一個回饋之後，自家嘅感受係乜嘅？其實講歸痛嘛，歸溫暖啦，因為講我當下係鼓勵佢嘅時，其實嘛係係鼓勵我自家，我希望佢好，我嘛希望我好，互相勉勵安尼嘅概念。
再一次又有无穷的成就感了，因为第一摆係講我做出來嘅東西好食，大家肯定，也個係第一擺嘅成就感。再來講，冇想到我除了做事咧，也可以教好嘅吼，也可以影響到其他人，感覺到自己越來越有一個能量嘅啦，吼，越來越有能量可以去幫助其他人，係咪呢？哦。哇，觀眾朋友，冇想到我哋後生頭家阿種咁厲害呢，同時做好事也有自家嘅專業吼，可以影響到其他人哦。今日再一次感謝阿種，好，你帶來咁精彩嘅故事同好事的紐包同中華見，嚟多謝你哦。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有閒來告訴請阿種了來去包嘅。好咯，去請阿種老了之前，請用聽聽我哋先生來運動一下吧。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